拍呢個 X Power 咧，真係個感覺越嚟越赤裸啊！上次拍呢個電子磅咧，已經公開咗我嘅體重啦、體脂啊、內臟脂肪啊、水分啊等等嘅健康數據啦嚇。今集咧呢個咧就係血壓計啦。喂！咁細個啫喎，而家啲電子血壓計，以前咧即係如果未有電子之前咧，有一個咁大嚿嘅嘢啦，跟住有一個水銀柱啦，跟住切，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啦？跟住咧就有一啲電子嘅血壓計啦，比較大少少，都要紮住一個手臂咧，都係一嚿大嘅嘢咁。喂，原來而家一個好似大啲嘅手錶咁嘅形狀咧，已經可以量度到個血壓啦。咁我示範一下佢嗰個用法先啊，非常之簡單啊。咁我哋咧監察呢個血壓咧，通常慣用手，另外嗰隻手，即係我用開右手啊嘛，咁所以咧就用左手去監察啦。如果你係左撇子啊，即係你係左腰嘅咧，你就要用右手去監察嘅。咁呢度咧有個箍啦，硬硬地嘅，就將佢咁樣向住自己即係手腕嘅位置反轉咁樣向住自己，然之後咧佢有個位咧已經扣實咗啦，跟住咧你就用魔術貼包起佢，咁跟住撳嗰個開關掣，咁你一撳開關掣咧，其實咧佢就好似傳統血壓計咁樣咧，就會自動充氣，然之後咧就幫你咧量度你嘅血壓啦。咁個過程咧就係充氣充到滿啦，然之後咧佢就會慢慢放鬆，跟住咧就會量度到你嘅上壓同埋下壓嘅。咁量度嘅時候咧，最好用一個舒適嘅坐姿咧，同埋如果有即係毛巾或者小枕頭嘅話咧，可以俾隻手咁樣度一度佢嘅。仲有量度之前就唔好走去做劇烈運動啊，飲咗啲酒精啊，或者食一啲刺激性嘅飲品或者食物啦。好啦，咁我嘅血壓已經出咗嚟啦。上壓咧就係114，下壓就係72，咁靚到不得了啊！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血壓嚟嘅，我自己見到咧就好開心啦。咁你仲可以 save 低佢留待下一次去量度嘅時候咧就比較翻嘅。電源方面咧都係使用2粒嘅3A 電啦，咁使用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再加埋佢個體積咁細個咧，咁你可以周圍帶住你自己 check 又得同人 check 咧亦都 OK 嘅。所以關注自己或者長輩健康嘅朋友咧，除咗上次個體重電子磅之外咧，仲可以留意下呢一個咁輕便嘅 X Power 電子血壓計啦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